居然藏剑于心，如龙在渊。毒蛇剑出，灵剑控。还没完！小逆，哪里走？还敢追上来？来，就让本太子看看你究竟还有多少能耐！师兄，追！中内门天令，起剑！帮助元师兄斩杀妖孽。是。去！啊，就是他一个人了。不，还有他们。上！真是阴魂不散。慢着！这一个个的，不行，我剑毫无章法，反而会受那妖孽所制。看来只能用那招了。中内门天令，妖孽，使我一剑！别乱来！没完没了了是吧？给本太子适可而止！你，内门天令，将剑权转交给师兄。是。终于开窍。移交剑权，哼，还想舞剑奇遇？就凭你撑得住吗？休养猖狂，收！来，让本太子高兴高兴。去！啊，好快！好！混蛋！看你能撑到几时！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有，那就是显门名义，果然和师兄的金碧罗衫一样，是一件上等的法器，配合红玉剑的防守，简直滴水不漏。不好，经过风采与夜叉的交锋，师妹他们的飞剑已经十分脆弱了。舞剑奇遇对师兄的负担果然很大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如果师兄他们赢了的话，一枚阴阳万手弹就到手了。这功劳肯定落不到我们头上，我们最多只有内门考核名额。方寒，你说对吧？想那么多做什么？我现在觉得特别畅快，战场搏杀果然比闭门苦修有用多了。切，神气什么呀？小心！好险！真有你的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终于杀完了。我的毛腰！龙兄，你不过我心里了点啊！为何会如此不安？这妖孽到底在谋划着什么？师兄，好机会！银蛇出动，狂舞惊鸿，剑合一，银蛇化龙。妖孽，拿命来！